医生啊，拜托去甲我看卖，我才来听到安尼啦。我是会死也袂啦，哎呦呀！这位先生啊，你免着急啊。虽然你的把骨受伤，但是马上等明仔来照电工，才知影结果啊。做等到明仔载哦。哎呦呀！哪会听到安尼啦？哎呀！哎呦呀！哎呀！你哪还无细哩啦？哦，我足艰苦的。医生哦，讲着要等到明仔载哦，照电工才知影讲我摆骨断几起啦。哎呦！这严重？听人讲，若讲阿娇因阿遐实在是有够伟大，竟然为着迄个贼仔的自由，家己放走，家己走去弄车，实在较钦佩啊！你是咧讲啥啊你啊？迄人着受伤咧艰苦，你我当要咧讲闲话话，当要钦佩啥？哎呦，注意啊，这是病院需要安静。你若是无代志啊，你等下先转去啊。好啦。哎呀，无安尼啦，我看恁大家拢转去，我家己踮咧遮陪阮阿兄就好。无咯，阿娇啊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吼，你踮遮来好，好你看这病院呢，阴冷啊咧。去吧，这间吼太平间，你知唔知？你一个踮咧陪恁阿兄，你敢唔惊哟？我看吼，规气我来陪你啦，哈。拜托咧，太弟，你什么个性我知咧。哦，你想讲要点到你这个英雄救美的个性出来，啊，要互伊安尼芳心存动，啊，怎啊对你有所怀念安尼呢？知就好啊，你。我跟你讲，若这步唔免你，这步这我会晓，我带过某的，阮两阿某伫咧受照顾，这照顾部分我来照顾，我来照顾到，我踮遮。你要照顾，等于照顾恁某，你慢慢来佚佗。好，恁这好饱母三百奇啊，然后弄来吼，你就食袂消啦。我咧讲，也是我来照顾的。我照顾。我照顾。无啦，安尼啦，你若较诚意吼，啊无你当初要遮照顾，啊无等下去甲阮阿兄款待寡物件。你要转去哦？毋是，我咧讲哦，咱讲公司咧吼。哎呦，我袂记的啦！你看卖咧，我共约6点半要去娘猪啦，我则无来娘命你啦。我无啥时间听。你要几点？6点半要娘猪。6点半，惨啊！阮小弟伫阮兜等我的便当，我会去买便当。哦，你要买便当哦？嘿啦嘿。哦，歹势吼，歹势。了解，你拢转。阿娇啊，我看吼，恁哥我来照顾就好啊。哦。那你照顾我放心啦，啊无我来去转吼。你要转去我后多摆伫楼骹便，我这载猪的足载的。你当做是猪哦？毋是啊，我载猪的较载啊。免，我后多摆新的，我来载就好。我载啦。我载。都甲你讲，我迄较载啦。你载猪的啦。我迄较载啦。臭毛毛我载啦。你当你甲我载咧，无你规气用强的啦。来个。来，强劲。我规气坐计程车啦。好。金啊！哎呦！啊，你啊，家坐倒遮厝的，伫咧哭啊，是安怎啦？哪哭到遮伤心啊？当做无这事，金啊，都摕去啊！哎呀，怎么摕都摕去啊？迄个有较早初恋的送的物件嘛，拢放去啊啦。哦，那安尼无怪你伤心啦。啊，是讲阿娇咧？无伫个啦，去变啦。我今日来吼是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啦，我特别来开一个会啦。这个会爱足慎重来开的。准来因呢？伊内面啦。毋著甲叫出来。阿准啊！你安尼咧叫事干啊？伊过死年要甲看魂咧。啊，你叫较好听，你袂叫了，你是无看我咧哭着？哦。阿准啊！哇！我咧是叫爸哟。什么我咧叫爸？啊，我毋煞变爱叫你阿爸。喂，啊，你爱叫我啥？叫你阿姐哦。喂，我打个阿爸后工煞甲你碰到咧。我免，我什么代志啦？今仔日我来这个所在啊，是为着一个足慎重的代志。看我的表情就知影，这么慎重就是要开一个会。无时间人看你的表情啦，要开啥物话紧讲啦？哦，因为今仔日这个贼仔会来这厝呢，甲咱这个翠姨摕这个金仔去啊，所以就是地势甲有这个贼仔走去。啊，这贼仔走去是毋是阿娇因大兄出骹落手落去送贼仔要去派出所，对毋对？对。但是送去到半路，去互贼仔甲伊倒滚架，去互贼仔撞去。阿娇因大兄怎去弄无车，对毋对？对。啊，即摆阿娇因这个大兄现在住伫病院内底，需要足济医药费，对毋对？
对，咱今仔日做伊的厝边隔壁，做伊的朋友，做阿娇的朋友的人，是毋是每一个人爱来甲伊斗出这医药费，对毋对？唔对。是安怎太唔对？啊，你是无看我规个物件都着柴头红搬到空空啊，我要哪有钱通出？哦，那你无会讲，啊，恁两个是安怎唔对？当然我无唔对啊，你啥有唔对啦？掠贼啊掠到去，互贼啊掠去，代志拢你引起的，你家己负责。就是咩？哇，啊，这个花都有开，敢若无开咧？我来我想办法。欧阳吼，这段时间哦，我来带病伊吼，啊，拢你来甲我照顾吼，我以后毋知要安怎感谢你才好。哎呦，莫遮尼客气啦！我甲阿娇是好朋友对无？而且你是因哥哥，我甲你顾是应当的啊。有影，你甲你妈妈吼，恁两个人做人是足好的。谢谢啦。人毋拿因母仔囝做人足好诶，所有诶人吼，拢嘛真好啊，拢嘛足关心你。尤其你车祸诶时阵吼，大家拢烦恼甲袂食袂困诶了。阿娇啊，你免想遐济啦，因为吼，你普通时啊做人成功对无？而且呢，你普通时啊对人人好，所以今日呢，大家关心你兄妹也是应当的啦。无影啦，是恁大家毋甘嫌啦。无啦，啊就是安尼。哦，安尼啦，我甲哥哥吼倒一杯茶，哥哥你。谢谢哈。起步，走，一二三四，立定。这是病院爱安静，这毋是运动场了。我是爱心探病小组，特别来探恁哥哥的病。恁这样关心我吼，我是爱吼足感动的啦。免客气，倒来，互你。你入咧？这一边呢，因为伊送茶啦去到路途的半途，而且来发生着车祸，啊，这车祸需要足济医药费，但是你的公司既然甲已经倒啊，你的经济已经困难，所以咧，由阮规定开会的结果，阮就要募捐一寡钱，要来做你的医药费，请笑纳。我跟你讲，我袂用收你的钱的。你唔收，你知我的个性，我太低的哦。你若唔收，我刀拢不管是便便哦，要收也唔收。无啦。要收也唔收，哎呦，喂，要收啊！会当，要收啊！要收啊！这好，警察收，无我拍。我收起来收。爱收，无收，这是我的生意。多谢哈。多谢。若收起来就对啊，知唔知？安尼我人爽。走，你来哦。你这样开啦？无啦，这是病，较安静的啦。你我无管遐尼济啦。老诶，伊就是讲你是鸵鸟，安尼读甲长我就看无你是。要出来无？唔出来啊！好，我将你读甲我剁掉。我问你啊，我窗爱拖迄条金链啊，你敢摕倒去？啊？转去啊！啊钱诶！钱伫个遐。